来继续来看屏东县消防局特殊队外口的涂骹，为昨开始出现着几千几万尾的杜鹃仔，在地人是真烦恼哦，都惊是大地震要来了，因为嘉义的中部哦，离这个昨下晡小连续发生几啊届的地震，专家是请民众莫惊啦。 讲这个杜鹃仔甲天灾并无明显的牵连，这杜鹃仔会大量来出现，可能是天气的因素，甲这个湿度、甲这个涂骹面的温度较有关系。我还在爬呢。 外口的涂骹、目睭就的杜鹃仔，所感满四过，地点就伫咧屏东消防局特殊队的直升机起降场附近。上千万条的杜鹃仔，互网友想到地震，讲敢是大地震的前兆，介恐怖，因为出现杜鹃仔的时间就拄啊好伫咧昨昏。昨天民众有拍到，平常下雨都没有那么大量的蚯蚓出现。这一次算是第一次那么大量的蚯蚓。杜鹃仔拢总扫出来，连特殊队员拢讲是头一届看到这么多杜鹃仔，后袂少民众烦恼讲这敢是地震前兆。不过实际上，杜鹃仔的行为各样，嘛甲环境的湿度、温度拢有关系。蚯蚓大量出现，其实跟地震的关联性蛮低的啊，主要是跟日照气候还有潮湿度比较相关。气象署嘛，捌伫咧面册铺文讲，杜鹃仔冲出地面，甲天灾拢无明显的关系，包括拍日的时间、气压，拢有可能互杜鹃仔扫出来，请民众唔免伤过惊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